我哋今日嘅動作係橋式運動，我哋一齊加油啦！呢個動作係針對臀部同埋膕繩肌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，仰臥姿勢，兩腳屈膝，雙手放喺身體兩邊，確保膊頭放鬆，慢慢將臀部抬起，直到膊頭、盤骨同埋膝頭哥形成一直線。去到最高點嘅時候，稍作停留，然後慢慢返回起始動作，重複以上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又係你啊！勤力喎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睇埋我哋其他片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